開手的一片是某某出生，媽媽給寶寶奉上這一生。頭一吻，開端之後或晴或暗，怎麼走就像連續劇也欠缺安穩，或者羽毛雜我可抬頭欣賞到你，或者一轉臉便要失去你，或者轉折漸太多遺忘，怎擁抱你，或者勇敢偏已斷氣。情人們一呼一吸，相愛到底，結局或同樣，仍想將你我這麼更理想，能修補即管修補，不要再想，在一刻人便缺氧。熟悉的歌曲等與你合唱。將怎可是你我分開？可否改寫得像你我當初？還相愛，只可惜上集難逆轉，傷感的下集仍然未播。我會修改，如果當晚沒扣分神來，將佈置，如果不必會再猜疑，如果將對白說得平和，不加諷刺，如果真的可有下次，情人們一呼一吸，相愛到底，結局或同樣，仍然能拖緊彼此，就絕地說想，如能重修好一生，不要再想，在一刻人便缺氧，明知可一起，不要再錄唱。情人們一呼一吸，相愛到底，結局或同樣，仍想將你我這麼演得更理想。再想，在一刻誰亦要退下場，多得你在場，多得我在場，天空也在場，演好這一場，呼吸太無常。係啊，大家好嗱，我就係28B啊。相信大家訂閱咗呢個 channel 咧，
都有睇過片好耐啦。如果啲老觀眾話都應該知道，我哋呢個 channel 應該成立咗成1年半嘅，差唔多有1年半嘅。首先就多謝大家訂閱啦，我哋就第一關就衝過咗呢個200訂閱嘅大門，就露咗個聲俾大家啦。大家覺得我把聲 O 唔 OK？有咩疑問嘅話，可以喺下面留言㗎。嗱，有觀眾就問到呢，露臉要幾時？露臉呢？以目前嘅進度，覺得1500訂閱就 OK 啦，應該1500訂閱露臉啦。咁應該可能要等多1-2年咯。如果要以呢個進度嘅話，嗱，因為今次呢就露咗聲㗎，所以呢，以後影片呢，我哋都有好大機會會露聲同大家打個招呼啊。影車呢，我哋都會可能會露聲介紹一下條影片同埋呢部車型嘅特性啦。嗱，今日嘅影片就嚟到呢度先啦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